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青少年无照骑车弄到警车，造成1死3伤。这件是发生伫新北市的三甲，讲有批车族出来咧扰乱，警车出动巡逻，结果伫路口一台乌多摆，2个少年的小载，无驾照、无戴安全帽啊，搁来闯红灯，搁徛夭寿啊紧，直接为警车的摇身甲整落。现场包括2个员警、2个骑车的少年呢，总共是1个死，3个受伤。这个路口监视器翕到车祸恐怖的瞬间。警车车顶直行，但是是日路口，有机车红灯搁徛，全咧弄着2个伤财少年倒伫路中央，其中1个人死亡。有一群都拿着棒球棍啊、刀子啊，就在那边挥啊，在骑这边挥啊，都不戴安全帽。警察一男一女拢夹伫警车内底，袂顶袂动，消防人员甲救出来。一个人是伤入面，一个人是受着伤，赶紧送病院。第一撞击点是在一个小笼包的摊位啊，那现场布满了一些瓦斯桶，那经过强烈的撞击啊，瓦斯桶有外泄的情形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孙元在这个紧急的状况下就做了一个倒车的动作，往另外一个冰店方向撞击。15号半暝啊点外尔，警方接到报案，有人伫街头飙车，警车出动巡逻，无想到讲和机车发生车祸。骑车的2个少年拢是无照驾驶，嘛无戴安全帽，速度真紧，拄着红灯，佮继续骑。家长去用通知赶到病院，唔知讲家己的囡仔半暝是去倒，做啥物？车祸肇事责任爱去调查。